深色8號4分。8秒進攻。2號入。去到啊！啱啱第3節，或者佢第2節嘅已經過咗5分鐘啦，但係去到第2節最尾個 time out 啦。係啦，佢全場紅色嘅喎。佢係用右邊大嘅，就咁插直嘅。咁我哋想 make sure 咁唔係啦。1號 unsportsmanlike foul，最上深色1號foul，我開翻標啦。14發球入。進攻時間14秒。
8秒進攻。11.3分中人，進攻啊！對面守3-2啊，3-2。天摟第3次，0號犯規。0號3犯，天摟3次。21炒0號。夫人請坐。如果你咁好節奏嘅我瞓唔阿希，走走，飲水快，叫你。一仔，停兩節。喂，仲有幾間？10號3犯，天摟2次。我見多2次咋？8秒進攻。天摟3次。我想落嚟天摟幾多？3。太猛！黃色暫停。翻嚟！
時間30秒。3分零啊，開波，我同佢講緊啦，打開，10秒。21號4分。最後一個。有阿三嘅唔係啊，呢個阿三有靚好多。球員請入場。左邊前場波，佢哋而家開。時間7秒，球員請入場。